各位親愛弟兄姊妹，各位聽眾你哋好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因為呢有一個禮拜呢甩咗稿啊。咁呢就係因為我去咗歐洲呢，即係旅行，話大風雪，但係都叫休息到啦。咁呢就上個禮拜五呢晏晝就翻咗嚟㗎啦。咁但係一翻嚟嘅時候就有好多嘢要去處理。咁結果諗住呢禮拜五夜晚黑或者禮拜六呢，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嘅題目。咁就究竟係咪食大鑊飯呢？即係就係等於好呢，係等於平均分配呢咁樣。咁但係呢就因為中銀呢件事呢，咁所以我想將即係我要講嘅呢，留翻喺下一個星期嚟到講。咁呢新嘅一個年度都祝福大家呢，真係有健康嘅身體。好啦，中銀香港呢，佢嗰個100元紀念鈔票呢就發行啦。咁啊結果呢話好多人呢去排隊，咁呢全城你好瘋狂。我睇到幾樣嘢，第一就係大眾傳播嗰種嘅即係能力係幾咁強。咁咧，當我睇新聞嘅時候，咁咧就電視新聞都會介紹啦。哦，原來好多人嚟到排隊，其實第一日冇咁多人排隊添。咁但係因為即時有人嚟到係去高價嘅嚟到收購，咁跟住咧就再去追訪，咁咧就喺國內裏邊啊，原來10幾年前嗰啲嘅鈔票點樣即係個面值可能係100嘅，而家升到咧話數以千計，甚至數以萬計。原來當你肯咁樣 keep 住嘅時候咧，哇就可以有一個超乎咗咧你意料之外嗰個嘅升幅。咁於是有好多人就即刻咧參與喺當中，搏命即刻去排隊嚟有短炒啦。咁咧最特別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喺禮拜一晚咧，我約咗一個嘅少年人，咁只係10幾歲嘅啫。其實係2個禮拜前呢，約咗去禮拜一晚見面。咁因為呢，佢自己都有一啲嘅問題，學校呢暫時係要去休學，即係暫時唔俾佢返學啦。咁我都想關心佢。咁但係呢個少年人呢，就已經慣咗早出晚歸㗎啦，日頭呢反而要瞓覺。咁我都話好啦，夜晚11點零鐘見面啦。咁點樣知呢？就禮拜一晚打俾佢嘅時候，哎呀唔得啊！我有嘢要做啊咁樣。我心諗有咩嘢要做呢？咁樣。我尋日終於都見到佢啦。咁呢，就佢話原來呢，佢就連埋啲朋友仔呢，就係諗住去中銀嗰度呢排隊，咁呢，炒翻轉。咁佢話合法㗎呢啲。嗱咁當然呢個係完全喺某個程度上邊合法嘅。咁喺國內有啲人攞住咁大袋錢落嚟嘅時候，即係你諗下150蚊嘅鈔票一轉手嘅時候呢，可以賣到呢1500蚊喎。你諗下嗰個嘅倍數係幾咁緊要呢？但係其實好可能你計一計條數，就係佢哋要排好多個鐘頭隊，咁其實都係辛苦錢嚟嘅。但係第二日呢，即係尋日啦，就已經即刻跌價啦，因為呢就收咗唔少嘅鈔票，咁呢由1500蚊呢跌到落去800蚊，咁啊跌咗呢差唔多成47%添。咁但係我一個好大嘅感慨，我見到有好多嘅婦女呢孭住細蚊仔，即係要細蚊仔同樣嘅風餐露宿，同樣嘅突然之間呢，有好多人嚟到係去即係打尖。我喺無線新聞最深感受咧，就係一個國內嚟嘅人，咁咧就鬧翻啲香港人咩啊？你香港人啊嘛，你應該質素高噶嘛，乜而家咁嘅咩？咁你又要睇到咧中港之間嗰個嘅矛盾。咁其實我哋睇到呢個社會裏邊咧，其實出現咗好多問題。第一就係而家仍然好多人活喺一啲嘅貧窮嘅處境當中。如果能夠合法地可以好短時間裏邊嚟到係去賺幾百蚊或者1000蚊嘅時候，佢哋樂意去揾咯，去排咯。咁你諗下，如果我哋個個都好富裕嘅時候，即係我哋就唔會在乎呢啲咁多錢。正如下個禮拜我都會講，詹培忠話。你哋所謂要加人工，由7萬幾百萬蚊加1倍咁啊點啊？對我嚟講濕濕碎啦，我一個轉都揾唔少呢啲咩錢啦。你諗下，如果真係個個都活喺一個富裕嘅處境當中嘅時候，人就唔會咁樣嚟帶去排
排隊去忍受。正如喺農曆7月嘅時候，有一啲嘅機構呢就會派嗰啲嘅平安米。當佢派平安米嘅時候，你諗下，都唔係啲學生仔去排啦，係反而啲老人家，特別啲窮嘅人呢，佢哋會去排。當然，我哋唔會否定有啲人可能佢唔係咁窮，但係佢都係有呢份嘅貪念，所以咁樣做。其實邊個唔中意錢啊？我哋個個都中意錢。我哋為咗錢嘅時候，哇！見到六合彩多寶獎，可能一注獨得係幾千萬，有邊個唔羨慕啊？咁所以呢，而家呢啲咁嘅處境嘅時候，就引致到呢，我哋反映緊呢個城市嘅心態。所以呢個城市係咪真係死梗呢？有陣時我哋真係值得要去反思。咁帶嚟嘅唔單單係呢啲嘅問題啦，我哋都見到有啲嘅人因為要去排隊買呢啲鈔票，搞到銀行即係某一啲銀行裏邊正常嘅運作呢，係唔能夠得到嗰個暢順。有啲嘅顧客佢唔係為咗要排隊買鈔票，佢想賺錢啫，想即係電匯啫，但係就俾呢啲人影響到，佢都喺度嘈。咁點啊？咁如果我即係賺唔到錢嘅時候，我要供樓，俾人哋嚟到扣數罰錢，咁又如何呢？咁樣，仲有就係唔好忘記就係銀行職員都好慘啊！我見到啲銀行職員呢，就自己成為一個嘅即係閘阻止啲人啦，甚至有人投訴呢，就係話哇做到呢凌晨都返唔到屋企。咁當然呢一啲呢，就唔係恆常會出現嘅，忍受下都係需要嘅。但係我哋會諗到，即係今日原來喺整個嘅香港城市裏邊，人嘅焦點往往就係擺咗喺錢嘅當中。但係有陣時佢就輕忽咗、忘記咗，即係佢哋生命嘅價值。點解會咁講呢？一個好大嘅感慨，就係我教會一會有嘅即係弟弟，佢嘅安息禮啱喺禮拜日嚟帶去舉行。咁咧，我喺手頭上邊仲有嗰日安息禮裏邊即係追思會嗰份嘅程序表。我對佢唔熟悉，但係我啱翻嚟之後就要負責呢一個追思會。佢只係40幾歲，喺一間投資公司裏邊，係香港好出名嘅投資公司裏邊呢，做咗17年。當晚黑嘅追思會裏邊呢，都有佢哋公司嘅高層，咁呢啲外籍人士嚟帶去講呢個同事點樣做事認真，投資嘅精明，點樣得深受同事嘅愛戴。佢40幾歲未結婚，好叻。我今晚黑我邊都為着佢嚟有難受，因為其實佢一路都好健康。咁呢，就同哥哥即係我哋自己嘅會友呢，即係一齊去大會堂聽音樂。喺上個月，咁點不知翻屋企嘅時候都冇嘢喎，同哥哥一齊坐火車。咁呢，哥哥就住粉嶺，我哋住上水。但係第二朝原來發覺佢已經死咗啦，喺睡眠當中離開咗世界。但一路以嚟都好健康，冇任何嘅病，到而家都唔知嗰個死因，真正嘅死因係咩一回事。好記得嗰晚黑我自己就諗翻起雅各書。雅各書裏邊呢，有一段嘅經文係咁講嘅，佢話到呢，我要出去出邊嚟帶去投資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聖經話到，你點知你嘅生命係點樣咧？原來佢話你嘅生命可能呢出現片時就唔見咗噶啦，你有冇為着你自己適當嘅投資嚟到擺上呢？嗱，呢段經文係咁講嘅，雅各書第4章嘅13節，佢話你們有話說，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，在那裏住1年，作買賣得利。其實明天如何，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？你們原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小時就不見了。你們只當說，主若願意，我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。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，犯這樣誇口都是惡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，這就是他的罪了。但我好深嘅體會到就係投資係啱嘅，賺取金錢都係啱嘅。
但係如果淨係將焦點擺喺呢一度嘅時候，而忘記咗生命嘅價值、人性嘅美麗，甚至因為咁嘅緣故，譬如抌低晒所有嗰啲垃圾要人哋嚟去同你收拾啊，為咗咁樣嘅時候而有打尖插隊啊、爭拗嘅時候，其實就係為咗嗰幾百蚊，將我哋美麗嘅人性嚟有貶低，咁樣嘅時候又值得咩？